美國甲沙烏地阿拉伯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議，這毋但是沙烏地這幾年來重要的外交成果，嘛代表川普政府當咧對中東的戰略重新布局。不過，這個協議可能會穩準沙烏地會當提煉濃縮鈾，這嘛互外界煩惱講，中東敢會閣出現新的核武競賽。美國川普政府正式宣布，甲沙烏地阿拉伯達成有歷史意義的民用核能合作協議。根據協議，美國會協助沙烏地起核反應爐，也提供上先進的核能技術。這個談判經過川普第一任期甲拜登政府真濟年的協商，即馬總算決定好，也代表美國甲沙烏地戰略合作進入新階段。美國能源部長萊特強調，這個協議唔但當深化兩國的經貿合作，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也會提升盟友的安全。伊強調，雙方合作會遵守相關標準的核安甲核武器袂當擴散的規範，也用美國上先進的核能技術甲專業團隊。不過，美國媒體報道講，這個協議可能穩準沙烏地阿拉伯直接佇境內鈾濃縮。唔免閣完全依賴美國進口核燃料，若陣最後得到證實，按算會佇華府引發反對，也閣有對核武器擴散有疑慮。而且協議無佇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附加議定書，甲拜登政府原底規劃無同。未來 IAEA 無法度根據這個機制，隨時對沙烏地核設施進行查核。Now, Saudi Arabia has uranium deposits. It has this long-term interest. It wants to make possibly nuclear power plants as well, but non-proliferation experts warn that if Saudi Arabia is allowed to enrich,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to yet another Middle East nation that could be at risk of racing for the bomb. 這個協議該送美國國會審查，不過實際上行動落來可能上無懸，因為國會愛得到2/3的多數才會當推翻協議。以色列前總理貝萊特批評講，美國讓過以色列甲沙烏地達成核協議，這是一個嚴重的戰略失敗，唔但可能危害以色列的安全，也可能在中東締結新的一波核武器的比賽。סעודיה מקבלת גרעין בלי התקדמות לנורמליזציה, בלי שום תמורה. בכל א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實際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009年甲美國簽親像這款的核能合作協議的時，要承諾放棄鈾濃縮甲核燃料的再處理技術，所以互看作是中東核合作的黃金標準。即馬美國說願意互沙烏地保留這兩項，而且這屆的核能合作，沙烏地也唔免討論講敢要承認以色列，這反映華府當咧用更較實際的方式，互美國甲沙烏地盟友關係更較濟，並且在伊朗甲中國閣有羅西亞影響力繼續擴大的時陣，重新安排中東戰略。不過中東的和平型恐驚也因為安尼出現重大的變化。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